您知道继夹娃娃机之后，最快入侵全台无人店面的产业就是自助洗衣店吗？以台南为例，自助洗衣店家数5年来增长幅度超过332%，已经成为全台成长最高地区。而且从化区多、小宅化的新建案、居家机能外移等趋势，正迎合洗衣无人商店的诞生。小宅化的一个趋势，所以消费者都喜欢把家里的衣物或者是换洗的换季的一些棉被都拿到自助洗衣店来做消费，而且这种商用的设备，它的输出的功率跟家用设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消费者使用完以后，它的衣物都会比较蓬松，也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意愿。自助洗衣的市场需求，以目前总体销售上看200亿，近5年销售成长也高达90%来分析，商机的确可观。但市面上自助洗衣品牌琳琅满目，最怕就是机器的安全维修以及选址问题等等。所以想创业的加盟主要如何选择投资，才能避免变成加盟孤儿？我们会建议加盟主要选择有规模的公司，而且要找完善的售后服务。像我们在中南部就有在地的服务，可以及时提供给加盟主最及时的一个服务。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成为设备孤儿，还有加盟孤儿哦。为迎合智慧化年代，有业者也独家开发 IC 店长系统，透过手机远端就能控管，直接省下人力成本，还可以设定不同时段、不同价格来刺激消费。IC 店长管理系统可以提供加盟主更轻松的由后台这边来去管理，可以执行远端的退币，还有远端的故障排除，以及产生报表，还有甚至设定优惠时段的这些功能，让加盟主能够更智慧、更轻松的管理你的洗衣店哦。自助洗衣店一家家开，创造出惊人商机。如何安心有保障来成功斜杠人生，可得审慎评估。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